约翰福音第6章60节到71节，耶稣的门徒中有真侪人听到，就讲：这个话真困难了解，啥人听会落去？耶稣心内知影，伊的门徒私下咧议论这个事，就对因讲：这个话甲恁惹着是无？安尼，恁若看到人子升悬去到伊原来的所在，恁要安怎？赐活命的是上帝的神，俗体拢无功效。我甲恁讲这个话是神，是活命。毋过恁中间有人毋信，因为耶稣对起头就知啥物人毋信，啥物人要甲伊出卖。伊阁讲：因为安尼，我捌甲恁讲，若毋是爸允准，无人会当来我遮。因为安尼，伊的门徒中有真侪人离开，无阁对伊。耶稣就对12个使徒讲：恁嘛要离开哦。西门彼得应讲：主啊，你有永远活的话，阮要去对啥人？阮已经信，阁较实在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应讲：我兼毋是竞选恁12人，恁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伊安尼讲，是咧指以斯加略西门的囝犹大，伊是12使徒的一个，特要出卖耶稣。约翰福音第6章60节到71节。